考克力对许多人来讲，讲到一路会吞好难。台中东市一代后生人林佑生，本来是有名面包店的师傅，接触到的生考克力，陆家己移设起来几多层次的口感，还唔做胖的。自家成立一定站的生考克力名路品牌。后生人爱口味爱向投入，偷偷摆呢，免唔得会读到我火火。对于送人知识都打出一片天。伊相信是会坚持理想，无同阿道如果乃唔好诶，永远都有机会。一片将生烤克力头拿去点比用态，另一片将牛奶燃烧到8%突变呢，再个将烧牛奶倒落去搅匀来，最尾再个加一滴一滴奶油，也系生烤克力，比起变个木的杜香送入配上，再个变比冷包装起来塑烤克力。一种生烤克力虽来面是淡水，有点甜爽，不过又冇难改。巧克力直接加热它会烧焦化，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可可脂的成分，所以你直接跟火加热，它就是烧焦。像加入牛奶同奶油一啲副原料，用塑胶含蜡，还用机器来去搞到行下油豆嘅。牛个生做生烤克力，唔係像你有按到乜嘅食品，不卡當簡單的做下，做佢做生烤克力的素材。那你爸妈都很少用这个厨房？几乎都是我在用。真的啊？然后，因为有时候我工作都会安排时间，所以几乎都是我在用。所以我可能连有时候也是做完就要煮，顺便煮晚餐，对，煮晚餐给他们吃。对。唯一冇強樣係一件做下架安一台冷氣，也是咩因為牛乜強嘢，係為到烤克力而先變比冷，掌握硬，掌握油氣呢，將做得變到變香，尤其係到熱天暗夜的時間。哦，通常都會開到22度，讓那個冷氣去吹巧克力，讓它水分稍微蒸發，才能去冰這個巧克力。當優秀的樣烤克力粉，再個變到包裝盒度行。林玉生本來係台中有名的麵包店師傅，基本上撈到自家一生人會做麵包，冇想到名個生烤克力，吃到自家行個合適來做烤克力，對人生的看法沒改變呢。你為什麼會對這個這麼有興趣？因為接觸到巧克力也是之前在麵包店的時候，有一個老闆他就是無意，他也是讓我去上課，那我就接觸到巧克力。林玉生18歲做麵包店學時嘅，一做做10個2年，頭擺做麵包係分級嘅，佢記得在學時嘅前幾年，連麵團都買唔到，先做插絲出鐵盤一道，一直到買到麵團呢，才開始感受到乜嘅按做麵包，一做也有心頭，開始佢做麵包嘅人生。當你手去觸感到那個麵團，感覺到胖它好好玩。那後來就是可能師傅越教越多的時候，你就開始對做胖有興趣了。有興趣你都研究，你都開始了解講你選做胖啊。上層係抹茶同拍烤克力，下層係無烤克力。其實試食其他名路有名店嘅純抹茶烤克力，吃到太甜，是兩粒做唔上色咧。故所做上層吃看哪，結果抹茶同烤克力兩隻同夾唔到，萬年都唔會搶走萬年美食，也係幾套名路行當數人歡迎嘅烤克力。我現在目前做的巧克力都是以自己喜歡的味道去販售，那我自己都不喜歡的味道，我就不會去販售這一款巧克力。佢係用自家上嘅實力心去做烤克力，不過對師傅級嘅麵包師傅，自家轉去董事創業，做嘅行係真生意，唔係按度嘅上烤克力。3年前張做到無卡加下，前半年做得講係圖個蝕老本，過半年呢張做到幾千元天天，連家也愛都講佢要死。我媽媽一開始不太贊成啊，對啊，因為佢感覺都係那你細做夢想嘛，該寫啦。哎呀，那後來就是我也是很堅持我的想法，因為我本身對做這個就是比較要求啦。
伊无想做太，因为当然无想，爱迄咩做好来变起来，人较来爱随时都是得买，伊咩伊都因听伊才无做，次做，次买安尼。他可以保证客人拿到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。府区内咖啡店天日吃饱的烤客力，也利用成亲自研发出来当属人欢迎的商品。因日机器奥多拜送货，佢坚持请接属人主文，做好直接送过去。佢当固执啊，因为像巧克力啊，当人卡。做嘛，俺俩买暗号嘛吓，因为安尼，因为无同佢先讲吼，我买嘛解，无先讲的法，临时去啊买无，佢做啊同人较叫人家俩买，可能就无安尼。当到朋友嘛，感觉讲俩做无够啦，可能一下都放弃了。但是慢慢他们看到我做了自己的盒子，那慢慢看到订单越来越多，他们就觉得我很坚持，虽然可能中间过程很辛苦，但是他们觉得没有几个人可以像我这样子这么坚持，没有什么收入又坚持要做这个。林玉生还坚持请用法国同比利时的品牌烤客力头，也上烤客力做了好食的灵魂。佢认为係講驗證一時嘅物價起價，揾咗行較便宜嘅原物料，然後在猛嘅錢呢，一落在做啲嘅。有一道有名嘅店名，最因為安樣好好生意做到旺體，也加人客親人係對美國來駐運，佢印象深刻嘅係一個澳門嘅人客對名路認識佢，行當講到台灣遊覽嘅時節，攞佢天貨帶進去。那他就直接在網絡上發問，他要怎麼買？然後後來我就很疑問的問他說：“你是在哪邊？”他說他是澳門來的遊客。他想要買我的巧克力，不知道要怎麼買。然後後來我就是幫他包裝好，寄到我台北朋友的店裡，那請他去那邊收貨。朋友講認識佢真嘅同學福氣。他對朋友很好啊，很熱心。像俺有嘛個問題啊，因為俺有做胖嘛，佢頭擺嘛係學做胖誒，佢之前都學做胖誒，佢總下無同都教俺，我教俺媽媽。所以我媽媽好胖啊，唔是出去總下人自家來屋下搞佢安尼。當然懂。師傅的師傅，慢慢做。那我會再稍微再把它搓細一點。上來的時候再把它搓細一點。後生人做到家鄉，新冠頭度有隻想法係，自家先做好來，再個連絡起來，按用家鄉同事會行較好。佢比我較早種來看嘢，佢嘛係人較介紹來，佢自家嘛有來請安尼，頭講嘅事啊，都無講到運動後生人向下轉來，若是得大家向下穿向下嘅話，都是得有得想法。安尼都是得向下做到某個事情，本東西夠較好。我想說來做倆巧克力，看看可不可以從東西創造出一個不一樣的知名度，把借由做吃，然後來讓大家知道東西倆個小鄉鎮。林玉生相信堅持做好自家專業，多下來，唔好講到做唔做，永久都會有機會。我不敢說我什麼都做得很好，但是我很相信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堅持啊！你想要完成自己的夢想，想要做自己喜歡的事，你不管遇到什麼瓶頸，你都會堅持。就像人看你講的，很硬頸。3個飛。係講人生夢想係做得做自家一定好嘅事情。安樣離開安有名嘅麵包店，冇做麵包師傅，還堅持下嘅自家來做。林玉生想證明嘅係安樣咁樣行出自家想愛嘅烤客力人生。